我是许艺琪。今天彩绘客家新魅力专题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客家碗。什么是客家碗呢？就是这个。客家碗有什么用途呢？让我们把现场交给记者林世玲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英新生地参加客家彩绘碗活动。客家碗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让我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。Follow me, go！ 新北市客家局在13日举办新北碗约新客相传彩绘客家碗活动，一早陆续有民众涌入。这次的活动中，除了可领到客家山茶花纪念碗之外，还有茶花图腾的魔术头巾，为活动掀开序幕。在传统客家文化当中，长辈在子女分家或女儿出嫁时，会给子女一副碗筷，代表子女成家立业，不能再依靠父母，更有传家和衣钵相传的意涵。的确是个相当有特色的文化活动，也让我们来听听民众怎么说。这里好像是有办什么成年礼哦，然后就是原本想过来参加，可是我好像身份有点不符。你觉得这个活动有意义吗？就是共襄盛举啊，然后吧，就是大家一起参加共襄盛举啊，然后对大家一起参加，好玩嘛。非常欢喜啊，都很近啊，参加嘅10多年了呀。我们是客家人文协会，我们每年都有参与这个活动。那你们会讲客家话吗？会啦，还汉音呢。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活动？你们是觉得很有意义，还是动机不太有意义的啊，然后可以代表，可以代代相传。我们局长也在提倡这个活动。现场在10点30分开幕，舞龙舞狮团和电音三太子先通过月楼门暖场，随后朱市长便进场伸手向民众致意，热闹非凡。朱市长手持彩笔和现场民众一同在纪念碗上彩绘。我们要栽种收割，然后再用这个碗盛米装饭，来孝敬父母和养育下一代。这次的活动不单是客家人的文化活动，参加的民众包含了各族群人士，亲子档比比皆是。不但成为亲子家庭日，也让下一代了解到敬天感恩，并达到薪火相传。朱市长将彩绘好的碗向天高举，随后以水代酒，以碗祭天。一敬上天，敬；祈求风调雨顺；二敬国家，敬；祈求国泰民安；三敬父母，敬；祈求身体健康；四敬亲友，敬；祈求万事如意。五敬大地，敬；祈求丰衣足食。现场民众也将手上彩绘好的碗盛好水酒，高举祭天，达到活动的最高潮。客家碗是一个非常重要意义的传承的意义，也代表一个家庭，代表我们的祖先。跟我们现代以及我们下一代的传承，它是一个传承的意义。同时，客家碗也代表我们一个感恩的意义，对上天，对大地，我们充满了感恩。台湾是个多元族群的社会，特别是在都会地区。是的，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，对族群的保存和延续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客家人的感恩传承，表现出客家文化的深度，也让其他族群打开认识客家文化的大门，充分展现出族群融合的意涵。彩绘客家新便利就为您介绍到这，再会。